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異說，我係神婆 Ella。今集講19世紀扮鬼熱潮。當時喺澳洲東岸南部維州，鬼魂一直係當地熱門話題。造成呢個熱潮原因有好多，其中一個係淘金業，帶咗好多其他地方信仰同民間傳說去到當地。靈異鬼故事一直係流行娛樂主題，印刷媒體、公眾集會同講座好多時都係圍繞呢方面。例如1860年6月9日喺墨爾本機械學院舉行一場鬼魂同惡作劇講座，由阿奇博爾德米奇主講，現場坐滿人。講座主題係話世界上冇鬼，全部都係心理作用。第二年喺墨爾本，大衛布萊爾用為鬼魂辯護做主題舉行一場講座。呢場講座受到廣泛關注同好評，大批讀者將個人意見寄去報館。當時啲人對呢個話題瘋狂程度可以引起民眾強烈情緒。例如1881年喺巴拉瑞特加洛韋紀念碑一場公開集會，當時聚集咗400人。集會內容係鬼魂同慧靈傳說。一個傳教士喺集會上貶低慧靈論，話鬼魂係魔鬼使者，結果俾成班人追趕，引起騷亂。成個19世紀鬼文化都好受各界關注，去到19世紀末已經變成泛濫。除咗有關小說同都市傳說之外，甚至有社論主張警方喺廢墟同墓地巡邏，要求佢哋發現鬼魂即刻開槍，話如果真係鬼唔會有任何傷害，係騙子或者惡作劇就當俾佢一個教訓。冇幾耐呢個捉鬼社論變成嘲笑，因為出現好多疑神疑鬼個案。例如有人見到隻冇頭貓，之後發現原來隻貓只係將個頭卡咗喺罐入邊。卡爾梅恩一個農場主人，佢見到一隻好瘦冇頭女鬼，佢驚得好緊要。之後有人發現原來只係報商將個假人掉咗喺嗰度，咁啱放咗喺一嚿木條旁邊。由19世紀中期開始，已經有人扮鬼去嚇人，去到19世紀末變成好多人扮鬼去犯案。當時扮鬼裝扮主要係用床單，將床單浸喺綠色發光磷光漆，之後將呢啲夜光床單包住自己去扮鬼。而比較有創意就會着一啲仿古服裝，例如有一個男人曾經着住一套騎士裝喺胸前鎧甲寫準備迎接滅亡。當時呢啲磷光漆係有毒，會導致血管、呼吸同腸胃方面疾病，仲會引起失禁、肚瀉、視力模糊、癲癇、焦慮、昏迷甚至死亡。有啲人因為腦部受損而送咗去收容所。當時磷光漆好多都含有鐳成分，鐳係放射性物質，可以致癌。1898年由居禮夫人同佢丈夫發現，初期唔知會致癌。20世紀經常用嚟做夜光標。1922年有一位女工死亡，之後呢班20年代初女工接連發病，全部人症狀一樣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。1838年美國食物藥物監管局禁止含鐳產品。另一個經常使用道具係棺材蓋。咗發光鬼衫之後，將棺材蓋綁喺背脊上。呢個文化好快俾流民同壞人利用嚟犯案。警方擔心佢哋威脅到治安，加強咗裝備，同呢班人展開一場城市戰爭。佢哋諗唔到被捕者之中好多都係工人階級，而唔係流民。例如有學校教師、家庭主婦，甚至係年輕貴族。當時最出名個案，1904年赫伯特·帕特里麥克倫南案件。佢被控喺巴拉瑞特夜間猥褻暴露同襲擊婦女罪。犯案時裝扮係着大衣同橡膠鞋，即係而家水鞋。1823年已經有膠鞋賣。佢犯案時拎住狗尾鞭。喺巴拉瑞特同利特亞德街之間揾目標，佢目標係後生女性。性侵之後，佢話俾對方知叫幽靈。警方懸賞5英鎊俾提供線索者，仲扮成女性喺街上巡邏，希望當場捉到疑犯。懸賞消息公布之後，巴拉瑞特市長收到幽靈來信，內容係話：我睇到你同你議員懸賞5英鎊捉我，但係你冇講我係生定係死，仲話你見到我就會開槍。
市長先生，我警告你，如果我見到有人將隻手插入衫袋或者行為可疑，我就會對嗰個人開槍。希望你喺會議中提及槍呢部分，注意佢嘅意圖。警方一早就鎖定咗目標，不過冇即時行動，因為要收集足夠證據先至可以正式作出指控。證據足夠之後，警方去到德拉蒙德街，喺麥克倫屋企將佢逮捕。當時喺佢屋企揾到扮鬼道具同衫，呢件事令到成個巴拉瑞特區都好震驚，因為佢係一個好出名演說家，識好多人，好受人尊重。佢被控襲擊年輕女性，同時犯故意人為地暴露自己身體，被視為流民同流浪漢罪，被判入獄1年。之後佢上訴，因為能夠提供一次襲擊事件不在場證據，上訴成功，好快釋放。除咗男人之外，女人亦都會扮成鬼犯案。有一個婦人扮成鬼去偷雞同埋雞蛋，扮鬼原因佢係想掩飾身份。另一個女人扮成男人去酒吧，同其他男人傾偈嗰陣，暴露咗自己係女性身份。佢被控人為暴露罪，被判入精神病院。入咗精神病院冇幾耐，佢就開始用床單扮鬼嚇人。另外仲有一個女士着住夜光婚紗，將手同埋面油成白色，喺屋頂上高彈吉他。因為問題越嚟越嚴重，啲人開始反擊，各大報紙鼓吹反鬼維持治安。有一個退伍軍人叫做查理斯霍曼，佢向扮鬼青年開槍，又用拐杖毆打另一個扮鬼者。戴德女士佢個女被襲擊之後，佢帶埋隻鬥牛犬去到扮鬼者經常出現地方襲擊扮鬼者。1913年，一個着住白色輪光外袍男人差啲嚇死一個伯伯，因為咁佢被報復性毆打。呢一種對扮鬼者用私刑情況越嚟越嚴重，當地報紙俾咗好正面評價，話係解決鬼魂滋擾最好方法。根據當地檔案中心保存記錄，扮鬼被視為輕微違法同精神錯亂，好多個案都係肇事者故意暴露自己身份，用粗言穢語製造公眾滋擾。記錄中好少提及扮鬼裝備同特徵，大部分個案轉頭就放人，其他就係罰款或者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療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即係1914至1918年，澳洲死咗6萬名士兵，啲人面對死亡威脅，扮鬼熱潮好快結束。除咗澳洲，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扮鬼或者扮怪物惡作劇情況都好多，例如貝克漢姆鬼魂事件。1872年11月10日夜晚7點，喺倫敦南部達利奇，13歲瑪格麗特同2個差唔多年紀女仔跟家庭教師去教堂。出門口之後去到馬路，佢見到條街有啲暗，覺得有啲奇怪，於是周圍望下，佢見到原來係有支煤氣燈冇着，同時見到一個高大白色鬼影。呢隻鬼伸長對手經過馬路之後唔知去咗邊，開頭佢都俾隻鬼嚇一下，但係覺得隻鬼皮膚白到發光咁，佢就有啲奇怪，所以唔係好驚。報警之後，警方即刻進行大規模搜查，去到朝頭早發現叢林位置有人匿藏痕跡，而呢次唔係第一次目擊事件，第一次目擊事件喺教堂外邊，因為貝克漢姆鬼魂翻牆，一班掘地工人俾佢嚇親而追趕佢。傳聞呢隻鬼係男性，超過6尺高，有傳聞話係8尺，中意伸長對手接近受害者。有幾十人俾佢嚇過，主要係婦女同小朋友。受害者話呢隻鬼會發出奇怪聲音。後期有人話呢隻鬼戴咗灰色捲曲假髮，喺半夜等人哋熟睡之後去敲窗。經過幾個星期，鬧鬼事件對市民造成十分滋擾。1872年11月28日夜晚黑，有一位12歲小朋友幫爸爸一齊處理肉類，去到8點佢自己一個拎住啲骨頭出去掉。行下佢見到一隻鬼喺陰暗位出現，呢隻鬼仲伸長雙手，佢見到呢隻鬼變成白色，俾對方嚇咗一跳，但係佢唔係太驚。半個鐘頭之後，佢喺另一條街見到同一隻鬼。返到屋企之後，佢同父母講，佢唔驚，原因係因為佢話呢隻鬼嘅服裝係好似好平價鄉下人着嘅白色袍。同一晚，12歲阿瑟佢攞住半加侖啤酒準備返屋企，差唔多返到屋企，俾呢隻鬼嚇到掉低桶啤酒就走。轉頭佢諗起罐啤酒緊要啲，即刻返轉頭攞。
佢見到隻鬼仲喺度，不過呢一刻佢已經完全唔驚，因為佢見到隻鬼戴咗個捲曲假髮。市民根據呢啲目擊地點，所有男性主動出去巡邏，警方亦有行動。終於有一次，佢哋發現隻鬼嘗試入一間屋，呢隻鬼冇辦法穿牆而入，證明佢係人假扮，即場將佢逮捕。12月6日，43歲約瑟夫蒙迪喺法庭上話自己係冇固定居所，係一個勞工，佢係無辜。3袋啲豌豆係肚餓嗰陣攞嚟食，唔係用嚟掉人嘅槍。如果知道咁樣會俾人拉，佢一定唔會着白袍。法庭俾佢用10英鎊保釋，不過佢冇錢，最後被拘留6個月。但彈簧腳傑克亦都好多人扮，最早目擊個案係1937年，1904年已經冇新目擊個案。目擊者都話傑克有異常彈跳力。1838年已經有人假扮佢，基本上成個19世紀都好多模仿者。1838年2月2日，泰晤士報報道，夜晚7點聽到有人敲門，阿張女士開門見到有個男人，對方話自己係警察，想借一支蠟燭，因為佢喺小巷捉到彈簧腳傑克。阿張聽到即刻返入屋，攞支蠟燭遞俾對方嗰陣，見到對方好醜樣。隻眼係紅色，個嘴仲噴藍色火焰，佢好驚。同時佢睇到對方戴頭盔，件衫好緊，好似將白色油油上身咁。對方襲擊佢，用爪扯開阿張件袍，佢嚇到大叫，嘗試甩身。最後佢家姐聽到將佢救出，阿張手臂同膊頭都受咗傷。事後佢話兇手對爪係金屬。好啦，我哋呢集又係咁多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